11节的感动时刻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就是头份客家文化节。每年的农历4月8号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不过呢，在头份的客家庄就是客家文化节了，以花灯对抗比赛为主轴，而整个文化节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拜斗仪式，据说呢可以延寿、消灾祈福。华灯初上，鼓声震耳欲聋，划破天际。宁静的苗栗头份镇今夜特别热闹。这一天是农历4月8号，是释迦牟尼诞辰日。在头份客家庄，则是头份客家文化节。早年头份有上街下街两大姓互相斗花灯。从元宵节延续到4月8号，为了共襄盛举，组织4大庄迎妈祖到北港过火，返回头份之后，连续4天演戏酬神，习俗沿袭至今。以花灯有没有为主题嘛哈，然后我们也找回就是一些的我们属于我们客家的一些的文化例如像客家诗啊，还有千人挑担啊。有一些都是我们属于我们客家以前的一个民俗活动把它再找回来。自从满党寸长远。头份客家文化节最隆重庄严也最不可或缺的就属拜斗仪式。现场气氛严肃宁静，拜斗习俗正在进行。供奉的4方斗叫做斗灯，始于汉朝，属于道教的祭典。插上尺、镜子、一把剑或笔，象征源远流长。拜斗可以延寿、消灾、祈福。斗灯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渊源就是在我们客家来讲的话也是消灾祈福这样子的它主要的用意就是在这里。男女老少特地装扮，踩街声势浩大，是头份客家文化节的高潮。客家人不忘本，老一辈重拾怀念，新一代感受传统，浓厚的人情味没有改变。上街下街斗花灯，元宵热潮不散。4方斗灯诚心拜，祈福消灾都平安。逛一趟客家文化节，体验客庄传统，处处都是感动时刻。